嘅唔對就啲呀休息一下，來享受一下大自然嘅特性哈。唔對看，這片有當到用一個比上比下呢。有冇看到當到嘅楊梅嘅、老雕嘅，河壩上還有當到嘅花。係呀，一係當到動物，還有植物嘅家園哦。啲呀呢，我哋都得看到各種動物，像係怪嘅、嘅、下降、冇害。哇，哪種動物嘅數量都當到。係啊，一邊嘅生態哦，真見當豐富。估算我哋應該更加用心來保護野島嘅生物，還有佢哋帶嘅味素，本佢哋做得繼續啲野生發下去。係啊，佢延期嗰邊哦，平常時係因為來維持又多樣嘅生態系統咯。我哋延期呢會定期檢驗水質，維持好嘅水，能夠提供休息嘅味素，來保護也當到無共樣嘅生物哦。哇！佢延期提供一個當學識嘅環保做法呢。係啊，喺我家行過來嘅時候，有看到一個牌嘅，寫林土友善10P，呢啲乜嘢咯？呢係本動物用嘅10P，因為我哋喺森林地度啊，從頭會看到動層嘅狗欄、水井、水池，還有當到嘅泥表。也會團體嘅動物專業嘅路線，韓國佢哋喺個跌下去就當難出生哦。原來係安尼啊！係啊，今日真係好多動物呢，更加討人厭哦。真係係太好咧！我嘅目標呢，就係要更加多嘅認識一大自然，好善用辦來保護佢。因為當感謝梁生呢來參加呢個生態討論活動哦。希望呢有做啲啲安靜嘅大自然，享受快樂嘅時光哦。安子姐啊，上嚟了，哈，上嚟了。係，真嘅冇想到呢，唔單將河壩也比湯度，咪係生態多樣，也真嘅充滿生命力。有楊梅嘅啊、楊葉嘅啊、冇害啊，當多平常時真嘅當閒地看到嘅動物，唔過我保護了大地球，真嘅大家共下來聽書咯，共下來看一下，家下有哪條詞彙韓國記嘅。得大家共下來學習了。第一隻楊葉嘅，楊葉嘅，翻譯就係蝴蝶。有當到楊葉嘅比上比下，有當到楊葉嘅比上比下。嚟睇下南詩嫣係樣板形講。有該到楊葉嘅比上比下，有該到楊葉嘅比上比下。嘅意思就係有好多蝴蝶飛上飛下。第一個詞彙楊梅嘅，楊梅嘅意思就係蜻蜓。當到嘅楊梅同調誒，當到嘅楊梅老調誒。來睇下南詩嫣講。該到嘅楊梅同調誒，該到嘅楊梅同調誒。一句話意思就係好多的蜻蜓和鳥。接下來有個動物係乜嘅咧？就係怪嘅，怪嘅，翻譯就係青蛙。看到各種動物，像係怪嘅、嘅、下降、冇害。看到各種動物，像係怪嘅、嘅、下降、冇害。翻譯就係看到各種動物，像是青蛙、魚、蝦子、螃蟹。